每一天，无输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9月28，申命記4章31節安尼講：因為上主，恁的上帝是憐憫的上帝，袂放殺恁，袂糟滅恁，嘛袂記得伊歷世甲恁列祖所立的約。三甲來祈禱，有憐憫，閣袂放殺滅絕阮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，阮感謝你，賞賜阮逐日的平安甲福氣，互阮佇任何的環境中，攏通領受你無比的疼。主啊，你的恩典甲憐憫不斷來充滿阮，互阮通得到親像日頭的溫暖。主啊，阮感謝你，佇阮拄着困難的日子，你扶持阮；佇阮軟弱的時，你使阮快樂。主啊，感謝你，永無放殺阮。主啊，阮感謝你，因為你的慈愛永遠無離開阮。主啊，因為你，阮的上帝是憐憫的上帝，你袂放殺阮，袂糟滅阮，嘛袂記得你歷世甲阮的列祖所立的約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